这个台中外埔所种的红龙果，嘛因为雨水伤多，毋若开花开了无好，真侪幼果搁去喂着病毒，都惊这个病毒会来探开，都爱马上甲挽掉。结果一张果园是损失着7、8成，农友哀哀叫。 看到规涂骹拢是烂去的果子，农民拢真无奈。因为这几天一直落大雨，伫外部地区种的花龙果，拢因为雨水伤济，毋但花开了无好，真侪果子拢染着伤湿淡的烂去的病。敢若一个果子园，都有7、8成左右拢喂着病。到7、8成吧，拢咧落雨，拄仔咧开花，即马花拢烂去啊。 农民讲，原本年初因为开花花拢开袂出来，真无简单才落雨，想袂到阁因为雨落甲伤大，等到造成花龙果的果子染着伤湿淡的烂去的病，需要马上挽掉，才会使避免病菌阁继续扩散。一杯花遐尼济，损失偌济呢？迄敢若肥都毋拿遐钱啊呢？所以说，希望那个政府单位能尽量的协助我们这样。农民讲，即马新起的拢总乌有去。好佳在最近农委会嘛公告，花龙果每公顷救助金额是75000块，会使向当地公所提出申请，申请会到19号为止，希望会使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